再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係聯絡同鄉飛，同人哋分享鐵飛哥好棒咖啡，呢個好睇下好誒，乜嘢來了？咖啡來了，咖啡來了。誒，我係鐵拜訪問呢，感覺佢榮幸呢。我話佢榮幸可以來上呀節目。頭先討論全程客語，我跟易容討論說，我要講合法還是講中文？係講攏可以，都可以，係，如唔吃也如何？係，因為聯絡係貴細嘅地方。七里鄉嗎？啊，七里村，係，我哋呢嘅人口啊，差唔多1萬人，係。結果我想講啊，竟然可以喺台北讀到很強樣係，係啊，尤其係按有名嘅人，我記得我哋來屯認親嘅嘛。睇伊個後台哦，係，我只介講咖啡唔好，我係伊種係咩聯絡人。其實我佢下讀到嘅時節，之前我已經同羅文玉我朋友講過易容，我嘛睇電視上看到，只是沒有想到說那一天有幾機會可以認識，係啊，而且我哋有一個最好嘅緣分喺聽我嘅專輯裏邊，多差易容，等下可以來講，我係用係，我哋呢節目嗬，佢前面都係天開始啊，如愛開箱，我嚟開箱，如係而且我哋呢名人嗬，但係感覺對伊個有意義嘅東西，我哋天咧表唔入上嘅度啊，如係人家嗰度嘅，個蟲哦，個蟲啊，垃圾哦咧，哎呀，真勁係垃圾哦，對聯絡帶上來啊。我唔可以講，我不會說謊，咩？好多有問過誒，幾個錢唔到嘅啦，哎呀，係真係嘛超過20人，你而家可能買唔到誒，你可以用 CD， 嘛可以用卡帶，可以彈那個拉起來，可以彈垃圾哦，真的，儂會收音機，儂會對唔係按重要嘅東西？因為係來台北嘅時節1年，大部分嘅時間我攏睇房間底部，垃圾有放音樂，係我最好嘅朋友。你不用出來有音樂，我冇感覺到很孤單。對。咁當初上來台北，係讓我安尼嘅家庭，唔本單上來台北以前係做乜嘅？我哋唱歌呀，係睇高雄邊同屏東兩個地方。一年一暗部差唔多，東珠頭有一場，先1點半到1點半。暗部頭對差唔多對6點開始吧，我唱到12點啦。東珠頭係睇哪場？東珠頭有唱過《浪漫一生》，有唱過，真的嗎？有印象。全屏東最有名嘅西餐廳啊，有鋼琴，係嗬，係，哇！而家還有睇嘅青椒牛肉炒飯有食過吧？呢邊請我知道有冇？蛋蜜汁一定有喝過吧？唔記得咧，唔過因為嘅店名係特別嘅，睇嘅唱。題外話，給他唱歌嘅時節，可能那時候客人都很熱情，剛我都唱下過後嘅時節，如果點蛋蜜汁本，以為我喜歡喝蛋蜜汁，我一個晚上有收過4-5杯蛋蜜汁，我想說太多杯了吧？唱歌應該是唔得食蛋蜜汁哦，給他好想啊，年輕沒差，干咩？安奇妙，而家睇嘅唱，對，咁應該咩賺你多錢哦？一場200元。咱開始唱歌嘅時節，一年咱唱那一場，唱過2-3張嘢，咱有聽一場、第3場，一場你可以算哦，一場200，一年6000元，哇！真的騎腳踏車趕場，咁唱歌係唔天就條路嚇？係啊，冇揾過都更加，哇！唔天就條路係唱歌嘅，從一畢業，咁萬歲有參加乜嘅合唱團之類？有睇學校合唱團，唔係自細就會好唱歌嘅，好像是啊。我婆講，我揾講花時節如果唱歌嘅，
哦，万岁就过会嚣张，真的，然后就知道自己会唱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会唱，但是对音乐就是特别喜欢。刚刚嘛个時間嘅聽，藝如係會從國會做，因為我從來冇嘅聽，我做歌手也看時間。我喺平日同學去民歌餐廳浪漫一生，去應徵。哦，唔唱皮戲，我皮戲我要唱，我要唱我要聽，但係學古典，然後我彈一條歌叫小丑。我都唱小丑結果民歌餐廳老闆係很要用意很易來彈鋼琴演奏，我冇用嘅，差唔多2-3年以後，我那時都天話講唔可以來可以唱歌，我講我可以唱歌嘅，但是我唔會彈琴，伊講唔怕，以前店裡面本來睇唱歌嘅民歌手，有一個叫秀晶姐，伊同我彈琴。就開始從那時候，那我本來就想說，只是在民歌餐廳先打工賺學費，因為我想要在明年重考。想說可以去補習班，然後再補習再重考。然後民歌餐廳只是就是打工賺錢，短期嘅打工。咁我想到一衝一到衝，攞到勁價。哇！嗰陣衝係19嘅天愛上台北4年，喺屏東高雄衝係4年，從民歌手開始，然後到後面同幾個朋友組一個樂團。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2個月都會上來台北 Easy One 或 Easy Five，聽小虎姐，然後聽當時非常棒的歌手唱歌，當成做功課進修這樣。結果嘅安補嘅時間，歌手冇來，純樂隊睇當歌樂團，然後給老闆認識永華姐，因為永華姐同埋單人嘅瓊阿姨嘛，永華姐就提講冇歌手啊，一路知我講，伊屏東來嘅，伊呢要組樂團，伊個要唱歌，我講永華姐我唔會唱，可以唔去唱歌，然後那個老闆就同嘅band leader 講，樂手老師講，然後我就被叫上去唱歌。對，然後呢，老闆，其實那個老闆呢，我好像沒有講過，那個老闆我都叫他蔣哥，以前 Easy One 的老闆，那個蔣哥其實就是現在大家熟悉蔡依林的合作夥伴。那時候他找我上來台北唱，就他聽我唱完了以後，我回到屏東，我記得當時他幾乎每天說洪小姐你要不要 Julia 你要不要上來台北唱歌。我想說我在屏東高雄每天的場都已經很固定，然後每個月的薪水也很穩定，我如果上去台北就一場而已，該怎麼養活自己，對。可是後來我真的想了1個多月就隔天上來加陸卡人反應用嚟公兵阿婆攏講台北嗰度反應係啊，你爸爸媽媽冇同你講，我快你講啊，你應該嗰時候呢，2年上來呢嗰時候但是我媽冇退呢喺鄉下呀嘅下時間，我媽喺自家喺屏東住嗰時候對伊來講我萬世攏個獨立嘅，但是伊總是到台北呢還是會擔心，因為少係少啦，唔過如係唔自家有自家家庭啊，而且我每禮拜攏歸去，哇，係哦，因為冇朋友啊，就覺得好恐懼，嗰時候佢係一個禮拜攏歸去，還坐飛機嘅那時候，那時候都坐飛機，所以我記得永華姐有一次個 Ken 同我講。你從來前攏坐飛機回去的啊，唔是從來那你都歸去就好誒。可以想象呢，家下一定人嚟上來吼，佢故事，所以需要垃圾友陪你這樣。我每天哭誒，好像哭了好久哦。天啊，都不知道哭什麼意思。因為唔像人上台北係讀大學，唔都有同學，唔咩？冇啊，一年當衝幾錯，11點半到1點半，唔跳。哇，咁其他時間就係一定人呢。哇！一人喺房間裡邊，哇！而且對台北又唔熟悉，
又冇朋友，係更加想起來有時擺感覺到個恐怖的感覺。玫瑰勇敢，好像是。都幾天來，出生之犢不畏虎。就來嘅。今日你來看咖啡帶來天衣好東西，係嘛？天衣好東西，小助理也個就裝得進箱子，哎呦，同垃圾有關係啊！卡帶，一種係第四張，敲敲我的頭。好，你看那時候還有卡帶，弄個偷一種。你講相片還是偷呀？假使我偷一個卡帶，為什麼你會帶這一張？就看到他就拿了。因為節目企劃導演跟我聊了，我就想說，立刻拿。可是這個也是我的印象係唔錯嘅一個歸匹配的，悄悄我也感覺，因為頭前上妝都係歸抒情的歌誒。悄悄我的頭係我爭取很久當創作的歌誒，而且係我共下創作的我前輩叫劉偉仁老師，以匹配下的歌誒。其實也係一條很悲傷，有一點失智的，失去一些方向的時候寫的一首歌。不過曲風係其實是輕快嘅，對，搖滾的，對。你嘅第一種其實叫1996，對，剛才讀過太空影顏色，嘅舊夢真的是 KTV 必唱嘅。我以前歌唔好嘅條歌因為這個就是你大紅的第一首歌，對不對？對，我很幸運，第一張就錄有一條歌李正帆老師的詞曲，很好彭吉康老師。因為底部有一條歌係50年代葉鳳小姐《落花流水》，睇嘅年代我感覺到聽起來講很像是一首老歌因為也是全新創作，然後融合50年代《落花流水》。其實我寫安呢歌真的歌唔簡單，所以得到當年的金曲獎的最佳作曲。對我來講係一個新人係當時可以數到安呢歌係很幸運的一件事。我也可以理解，可能家下會感覺講我創新的東西啊，而且我睇 pop 創歌嘅攏創搖滾然後靈魂R&B 我冇想過創安呢歌所以佢下我看拿結果拿合約去同我老闆講，唔該做我喺我創一條歌我都同解約，我冇出唱片。哇！囂張！哇！第一種呢？第一種，因為我講到我冇出唱片，唔會我試啊，反正我睇 pop 創歌我可以養活自己，而且我一個晚上唱了4場。你林龍影個傾傾嘛？有哈，有我，唔試下唱嘅，你歌叫做打嘴鼓。愛老二兩沙，但是我哋試啊唔可以講老二，我講愛老唔過奇怪，一個愛痛唔那個奇怪。接來做客慢言來了，今日呢有唱到嘅係我嘅同鄉咖啡，好多咖啡講嘅幾多幾奇妙嘅故事哦。我哋今日頭前有一啲蠟燭，韓國你很愛點蠟燭，對，我點到好像對面有鄰居看到我常晚上就不開燈點蠟燭，都覺得我可能有養小鬼。真嘅，你會點很多，點很多係哦，對，某些程度我感覺到我係一個還蠻浪漫的人，對。好多咖啡有講到唔嘅人天能鬼叫人家庭愛出唱片，結果冇想到安尼一出就一路下來，係啊，28年，哇，夠厲害呢！然後你很想不開出的一種客語專輯。你當初要出，大家會不會說你瘋啦？因為一聽賺唔多錢，做乜？我感覺到我冇想到有件事，但係經紀人有想到。嗰時候我都提講一句話，我講，咁唔好講我好誒，我即刻做，
哦，哈，所以大部分时间我自己去留言，我自己去做嗰度事情，啊，我讲我都会，嘿哦，路边啊，好像你自己岔出去一个，对我自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哦，哎呀呢，对，因为我嘛个发现啊，因为一件事情，我有某个效果，或是我有某个空间可以比有经济的来源，这是很实际的嘛。如果我们做的音乐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回响，那你自然就会有好的一个 income。但是冇人敢保证。我做一件事情的时间，提疫情的时间。罗文玉，我好朋友，伊同我讲，我做一件事情的时间，我都冇想伊到，我讲好啊，来做。刚还冇疫情，因为伊用来唱，伊有唱来冲提伊个专辑里边唱嘅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我讲我都伊颠覆了我对客语歌的印象对，因为有几摆合作，就好像有一个曙光，系咪？就感觉可能可以哦，系哦，伊冇唔像以前按传统哦，可以很自在，可以音乐就会音乐，旋律就是很好听的旋律，但是你不用去管它的语言是什么。那客语是我的母语啊，然后兄公，那为什么不做？我可以用我的从小讲到大的语言，然后去做我喜欢唱歌啊，我喜欢音乐啊。那如果两个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行？我倒是没有像罗文玉一样有那种胸怀大志推广母语，我没有想太多，我就是想可以用客语唱歌，那是多么特别跟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哎呀，总是唔去噶，其实写的数呢，其实一般的呢，好像是。系啊，一般如系去噶嘅创作啊，当然去噶睇过年嘅专辑没有一般如系去噶创作嘅呀。4首。没有安尼四五数，加下下个歌嘅有乜嘅插片？我刚我都冇強用嘅地方係，我寫客家歌嘅時間，我嘅底部嘅想法嘅時間，我轉換成客語。按那個歌好寫。有些客語歌詞，大部分係來自於文語，還有易容嘛有寫嘛。但是我嘅寫嘅時間，我想加進一條歌嘅。應該一條歌係客，我從客話客語，我變難用嘅。所以我要先想一件事情。講上我寫嘅時間，我寫嘅時間，我都想講，我嘛個我嘛我因為，然後先有曲嘛，這一張裡頭都先有曲，然後再唱的填詞。我也會因為你們的填詞，我再去做修改。我很在意導音這件事情。唱呢？唱客家歌有夠難哈？你剛講還對你其實沒差，歌來就唱。沒有，語言的確有比較難，因為講客話同唱客家歌係冇同樣嘅事情。嗰時歌詞拿到嘅時間，我先講歌，用朗讀，先朗讀出來，然後讓一句一句慢慢的佢唱嘅冇，雖然係歌會講客話，但是唱冇共用下，唱冇共用嘅，對講同講客話冇共用。我同兩個人，我跟你我們兩個人，我哋唱嘅時間是我老二兩三，但是我哋試音唔會講老二。兩撒，我們也不會講愛同兩個人，但是因為愛同兩個人就很奇怪他把會音那個音會變成海陸腔，所以製作人也是這如果講佳慧姐唔會唱愛老我講愛老唔過奇怪，一個愛同那個奇怪，除非我改音美，改旋律但是旋律好聽的時候，我寧願去對，去修改自己講話的發音。對，
我咪感覺唔過奇妙，就係其實連國語專心嘅係，我頂上會看到我請各種嘅詞曲創作者，來作詞作曲，對，就係唔嘅合作，唔該咁同人合作，像我哦，冇寫過詞嘅人，我感覺唔過詞都係我唔定記得冇，像我哋一開始有講，我哋睇一啲，我要主持嘅場合都當，我迄團認親吼，講我係聯絡人，講啊，家下咖啡都有講。家我有想愛做客家專輯哦，家是有愛做唔來下詞啊。我想兩年都按奇妙，我哋第一擺見面咧，唔記得人家還有安尼講有啊。嗰次呢，我想講唔完全，因為一條歌嘅旋律哈，其實是給下時間愛名一堂 Beatles。我跟你聊過這個？沒有 Beatles 沒有，我就是那時候一直聽 Beatles，所以寫那一首歌。才寫出盼那一首歌。我都有問文玉講，迄咖啡團講嘅哈，伊講冇呢，我有想到嘅情，想講儂按拄好啊，能量誒如果講。而且你寫得真好，一條歌嘅音樂也係歌詞，然後各有精神，各有靈魂，真的啦，奕容真的寫得很好。而且後來文玉請你在後面用朗讀的方式，朗誦的方式，朗讀你的歌詞。太棒了！唔哋家嘅壓力山大，我睇一件，我朗讀嘅我嘅歌詞，洪嘉慧小姐在旁邊，隔壁件，我有聽到，你唱歌誒，我都覺得好像不用修誒，但是作為一個，我睇我哋彈下啦，唔過我哋其實南普人會講劇堂，我們現代的客廳就會講劇堂，然後彈下是有點像舞堂誒，對啊，嗰度被歡迎嗰個，應該係我睇彈下嗰種，我想講彈下唔會去嘛。彈下我哋嘅設定係比較三合院呢，係啊，有拍嘛個，都留舞台搞，你會講劇堂，係啊，係劇堂啊，劇堂比較優雅，咁出係一種。我有聽呢種嘛，英國嗰棟人嚟問嗬，因為做嘢英國了錢呢，要看事情嗬，我剛剛都沒了錢的問題，係有成就感的問題，而且是有一種順便，因為出母語專輯，你可以檢視一下，因為上到以前同阿婆，因為我係阿公阿婆帶台嘅，嗰時候我會唱歌嘅時間，或是彈我客家歌嘅時間。那我想到以前，成長過程，這就是收穫，而且這是無價的，非常好。對，當然還有最好嘅收穫就係唯一雙語歌后。對，拿到獎，這個應該也是很大的那個很大的鼓勵，強心針安尼。如果唔做，也嘅行係強用數到肯定。我真的嘛喺感覺到，其實。不應該有語言的限制，因為聽到客家歌嘅，像春面，像米莎是沈翔，對，林生祥老師很多攏改好聽啊，係啊，因為可能因為客話一件事情，他跟人都會感覺到有點距離，但是我感覺到我的創作者，或是我的唱歌嘅人，或是唱片公司，或是你可以推廣歌這件事情，我哋去幹嘛要負責任？應該把距離再拉更近一點。馬個很多更近的距離，就是要本人談嘅事。我同我講到我哋有嘅合作，我個用很團合作嘅機會，咩會感覺其實我團咖啡見面呢冇一多擺，有出去食咖啡，叫下工作，可是沒有很多次。不過會感覺亞人很珍惜感情的人。感覺很念舊，像一開始垃圾哦，嗰種錄帶錄喺音流等，還有錄喺因為也有出一本書，2016年出的關於愛這件事。這個書封面是林志玲呢，真的，幹嘛找別人來拍封面哦？你說我某個角度咯，有喜歡喏。哎呀，鬼鬧啊！你就笨蛋就鬼鬧咩？沒有啦，開玩笑啦。剛他儂會有想要出？老實說，我經紀人的安排。剛而儂會想到愛揾出？你感覺到也係同我規劃之一，感覺到我
我應該要嗰度上我講嘅話，因為他應該習慣對音樂地步去了解彭佳慧，但是對文字地步，伊講嗰度有一本書係可以完整的呈現那個時期，他講影上嘅了解嘅彭佳慧。我有關愛一件事情，就唔會講鬼法也鬼法咯。哦，有關我朋友，我同朋友，大部分係我成發。我成塊地步要聲音嘅，我嘅朋友，我嘅朋友，我環世都睇，我唱歌嘅，我哋講嘅一般人咧都聽噶，就是講嘅錄應該要寫地步，係啊，差唔多，係其實我感覺唔係一個沒有一個矛盾嘅人嗬，所以可以有一個溫暖，個下巴也很衝嘅嗰種感覺嗬，我做一件事情。什麼啊？攀地步下都係人哋啊！哦，唔講我到客家人咧，什麼嘅攏個強嘛？我講我唔係事業心係強嘅人，唔會咧，我冇乜事業心。哦，就誤打誤撞嘅。你係你個懂得把握機會，我上好嘅，更加有嘢事情來，有嘢工作機會來，我做乜？我想下。好做，我就會衝，我會有很大的野心。從初本日同一啲朋友聊天，以為算嘅某個紫微斗數啊，然後就問了一下我的八字，然後就大概看了一下，他說你接下來還會怎麼樣怎麼樣，我就說我不能休息嗎？我想休息了。哦，一共還會有事業方面安尼嘅發展。我想休息。我想要吃喝玩樂。哈，他說：“結果紫微斗數說不行。”你怎麼那麼沒有野心？我說：“啊，野心？我已經帶3個小孩，我已經很努力唱歌。”哦，紫微斗數這樣說，我就放心了啦。你試一下唱誒，等下過去去吧，打嘴鼓。我就問林秋離老師說：“老師。”為什麼我沒有入圍？那時候還是個非常牡羊座的彭佳慧。對耶。哦，這邊是光復南路475巷。帶大家來這邊的原因是因為我從1994年啊，好可怕！94年的時候來台北，就住在這條巷子的某一個地方。然後但那時候還沒有101耶。你看，現在有101，這條巷子可以看到101哎。什麼時候呢？就是我出第一張唱片《舊夢》的時候。我還記得當時住在這裡的時候，每天晚上我剛來台北，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去 Easy One 唱歌，唱完歌每天都在這條巷子繞啊繞的，都找不到停車位。所以但其實現在看起來好像店家有些不同，但那個熟悉感都還在。我那時候最愛吃一家麵館，哇！我還因此而跟老闆娘成了好朋友。已經很久沒有聯絡到，但是好幾年前，我記得我還帶小孩來吃過。我第一次來吃的時候，我跟他說那個湯麵可不可以幫我加麻醬？然後老闆娘就說我沒有再加麻醬。我說但你幫我加1湯匙麻醬，我吃嘎嘎，伊講哦，做唔得。所以自始至終，那如提講我哋拼到，我哋多數嘅時間，如我食到麻醬湯麵自始至終一路就是死唔得，就是不行的。所以就因此而一來一往，就是因此而變成很熟悉的朋友。以前
住在这里的时候都不知道这边有多可贵，价值性有多高。我还记得有一次缴房租的时候，好像房东好像有说过，还是你们要不要买这边？我还记得他当时开990万，900万，对不起，900万。对哦，然后40几坪，几年前，几年前1995年，我觉得是28年前。28年前，你看101还没改的时候。我觉得这条巷子对我来讲，就是有很多的惶恐，很多的回忆在这条巷子。晚上找车位也好，或是因为你知道人在很孤单的时候，就会在自己认为自己的安全的范围里头反复的走来走去。先来做客慢言来了，今天人有唱到嘅係彭家輝，大家對於盧貴數吼，人頭都有聽，哎呀，台灣人對於盧貴數，當然唔講嘅故事，大家可能大部分冇乜了解，唔過對於嘅歌嘅盧貴數噶，多謝。係啊，因為如喺台灣嗰啲重要嘅歌手啊，我係用嘅感覺，如係嗰種乜嘅歌誒。因為不可能每一首歌都很好，他爸也會有比較拔辣的歌，可是什麼拔辣的歌到你這邊都有個高級感，吼。呢種上我心目嘅模，我等下列一個 list 給你。可以。係啊，因為其實我唔係幾好聽流行歌嘅經驗。係哦，我可能都係挑西班牙。係，係啊，嗰度係啊，我對情歌通常也沒有什麼感覺，我沒有粉紅泡泡的人，然後情歌啊，可是就始終會感覺，你那歌嘅我從現在開始就不唱情歌，冇很係愛，因為很多還是有嘅歌詞叫嘅很係幾好啊。我如果想假使聽人來唱，嗰種唔可以按好。謝謝。我今日唱歌攏想一件事情，我同歌會唱簡單。就會不要一直炫技那個意思嘛。幾簡單就會平誒。我感覺到有時間的感通，唔係專業，還是你一歌，還是一會唱會感通，唔係係唔係真誠的，真誠怎麼講？係真誠可以，真誠的心，真誠的心，就是我覺得因為我剛剛都睇錄音室裡邊麥克風係很真實，呼吸換氣任何一個咬字，因為我們會為了選一首歌，可能10首專輯裡面10首歌可能都不一樣的麥克風，對，我們會為了那首歌的屬性，怎麼唱怎麼用力，它有適合的麥克風，那我覺得在錄音室裡面麥克風不只吸收到你的咬字，還會像一面鏡子一樣反射出你的心跟你的想法，是不是很難？我覺得我把唱歌這件事情現在想的真的很難。那如何？你講我幾難的嘢，你幾難？唱歌我從來沒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從來冇講過一件簡單的事情，真的更難，非常難啊，更難。就從頭到講到你踢一條就縫喺嗰個舊夢。那個微微風的微第一個字，我就已經感覺幾難咧。我很想到你講有三到四，給下嚟唱一條歌嘅時間，我不會係颱風，我哋颱風對嘅。風采天衝微微風，風采天，對。嗰陣我感覺到我用嘅唱歌簡單，但係我唱我感通人冇簡單。感通一件事情，大家見仁見智。你講我到，朋友會唱歌會好聽，有啲人講我到唔好聽，當然各有喜好。大家對，所以啊，我希望就可以做到現在，就是用減法把唱歌這件事情變得
我还是难的，但是大家听起来要是简单的，因为我觉得越简单越可以感动人。假使讲到奖的话，唔咩迄个奇葩就会安慰冲，可是你2次得奖，其实离很远，距离很远，距离20年。嘿，第一次是新人奖入新人奖，对，结果迄第8届角斗梯26届，难得。对，刚你这中间会有挣扎，或是我迄面唔好，弄冇，我有一种，因为刚刚很后生啊，某太受金曲奖的影响只是有几次受邀当金曲奖的颁奖人，去颁奖本评审拄到评审，我离开世界在停车场读到评审，还记得是林秋离老师。我问林秋离老师，因为当年我就发了一张专辑，是例如说那时候是2000年好了，2008，那我是受邀2009年颁奖，但颁的奖项是08年的创作作品，我就问林秋离老师说：“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入围？”那时候还是个非常牡羊座的彭佳慧，对耶，就完全想到什么就，林秋离老师在停车场抽烟，立刻问他。对啊，不过冇话输到杨雄，因为你睇施宠红其实是成绩很好的啊。可能我得奖是这些新人奖，所以我也是突如其来，竟然可以有金曲奖这件事情，但是之后得奖之后，没上太多。因为你的专辑真紧，每个曲风都会去试呢，没有了，还是有很多像我今仔在做新的专辑，新的方言专辑，马威我这个马下狗所以马威有新的不同的曲风，对，但是台港人喜欢听的彭佳慧的情歌还是会存在，对，因为就会一路离来过春游嘅，过春游，已经你的爱，但是听歌从情歌同，例如说听歌从走在红毯那一天，同以前伊斯朗这些时间从走在红毯那一天，那种冲击力是不一样的，唱法蛮无穷用。听歌刚刚都讲听歌很温柔呢，嘿啊，看不出来吗？看得出。我讲我唔同以前就会过无穷用啊，除了因为演讲以外，抖恰没有有过不一样的感觉，好像是一路也唔冲这个，开玩笑没有，刚刚都真的做妈妈以后啦，变啊真的比较温柔一点。好，你试下茶，聊一下。好，然后等下我会看你带来嘛个我穷阿食的东西。公有洁癖啊，它不准莲雾树下长杂草。所以我们要拔杂草，还有扫那个掉下来的落叶，童年就是这样过的。谁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我们嘅来宾係彭家輝，家輝都帶伊感覺佢對佢有啲配音樂嘅，對你攏有音樂。我們看，我們。小助理不按人真紧哇！真的是联络人就很重要的东西嘞。可以了，都没联络的啦。嘿，因为小助理没联络人啦。嘿，因为太疯诶，联络唔没按呢。阿公以前中茶包，我们而且只有联络讲茶包。女仆会讲酸果，还有人讲轮滷，女仆会没有嘿轮滷。还有一种帕狗，莲雾是最多客语讲法的水果，真的耶！唔估枪联络讲茶泡，我可以分出压1斤1斗钱呢。因为我以前阿公在种茶泡的时间，我哋米拜6同拜日，如果去阿公摘茶泡摘下来，我哋如果分箱啊，装箱没有天数，也係60杯，也幫伊嘅80杯，也30杯，但是跟大家说一下，挑莲雾啊，我们可以打一下那个挑莲雾啊，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好吃，因为要屁股再开一点。这4个，可是它小的好像就会比较
集中在一起嘛。那或者是你看有些莲雾，有些水果摊，它如果莲雾这边有一个裂痕的，或是这边有裂痕的，好吃，或被鸟灼伤的好吃，一定特别甜。因为鸟儿懂吃，对，然后如果有一点水松的嘛，还好吃。因为晚色都摕去台嘛，我迄绿色的人对特别贵气。嘿，古种我摕去抢12年。我22年，我25年。家己联络嘅晚色嘅童年係用嚟嘅。我當記得我錄下喺馬祖廟附近啊，嗰時明日我婆攏會拿500個元本來，明日拿500個元去傳統市場，市場第4場嘛，差不多行100公尺都市場誒，都買三餐的菜，我要分配。阿婆煮，晚上都會去買菜，還差不多4年級的時候，阿婆帶頓來呢。5年級應該也蠻可以帶頓來啊。有時間阿婆會同阿公談數，夏天工作，然後就會是我去買菜。哇，500塊要買3餐，要分配3餐的菜色。我童年一直在從我家走到市場，大概100公尺，然後一去的時候買搶菜。那個大姐就說：“咖啡有沒有買忙的呀？”對啊，所以他們都很熟悉。嘿，阿婆會開菜單本，還係唔知啦。有段時間也會開菜單，買都差不多幾個攏疊。我很不喜歡禮拜三只上半天，然後半天下午我爺爺有潔癖，我跟我妹我們就要到那個田裡面。蓮霧樹下，我阿公有潔癖啊，他不准蓮霧樹下長雜草，所以我們要拔雜草，還有掃那個掉下來的落葉。童年就是這樣過的。阿公阿婆都感覺對你親太嘅影響係乜嘅？唔家會去意識到說，原生家庭的養養，隔代教養有關係。我爺爺很嚴肅，以前攏。不太敢跟他說話，因為我剛剛都我聽佢想起來，我爺爺壓力心態，因為伊個人有7個生日咧，我爸爸個做，爸爸29歲生病走嘛，有6個人，嗰時伊個人靠伊個人養很多年，養很多年，對。所以真的不簡單。嗰時我睇我印象底部，爺爺本來個太影響都係，我從來冇看阿公講親開哦，還是樣嘅，冇可以喊過開。再告訴大家為什麼會肺活量大。民意黨主攏會喊阿公吃飯，阿公因為家裡有龍粉梯吧，很遠啊。但我就不想再走下去，就在這邊往那邊喊阿公吃飯了，就是會提起叫，然後我爺爺也很厲害，從那邊回過來，你就也聽得到所以人沒衝閃過，這叫很吃飯呢，很有趣。阿公我講以前伊睇叫阿婆的時間，伊用伊的方式，因為阿婆一路卡係可能更有錢一些，然後開雜貨店，嗰時候阿公明日攏會同爸爸媽媽聊天，伊講給他時間有400人睇叫阿婆，都迷路都先阿公，阿公意思應該係講我都就是很棒，要告訴我們他很棒的意思。一定係，嗰時候你有感覺對阿公阿婆嗰邊繼承來嘅個性，嗰種沒有睇，有其他責任感，而且阿公有本來咧影響蠻大，佢每日嗰陣唔是去田橋嘅做西花，因為阿公食飯嘅時間，攞去眼嚟甜飯甜好嘅時間，係阿公阿婆嚟食飯，一開始食兩個人窮下食嘛，一食黑嘅時間，我甜嘅時間，我哋看到有甜飯，我哋去拿嚟去甜飯，
有的時節，伊講唔是佢每是一วัน就好，我講做嘛？伊講因為佢每某一天佢會做些，有做些多食一碗飯，冇做些錄一碗飯就好。佢有紀律安尼。但是我講搞到家種嘅行為都記，怎麼辦？不過伊如安尼規天，都係有伊嘅規矩。係啊，伊啊規矩，嗰時我哋可能學到係阿公嘅自律吧。係啊。剛剛你看，你有按自律嘅人啊，只會讀書講還不能退休。啊，唔使好了，也講我講，你看細人咧咩？休到按好啊，吼啊，你嘅身份咩過好？還有乜嘅想要做嘅事情啊？嗰度哦，係哦，嗰度地方係冇。你按冇野心嘅人，你講去吃喝玩啦。係嗰度，嗰時我去歐洲，我還冇去歐洲聊過。哦，然後我是真正想要退休嘅嗰種。我認真在回答，認真在回答。但是從國一件事情啊，講到我一來也強鬆衝，強鬆面對，因為從國如果本人不用強鬆嘛，按這個強鬆誒，肯從國嘅人都會強鬆。你有感覺愛衝來，愛行一般唔衝咩唔怕誒，我安尼哈，行喺上去衝。只是想要輕鬆唱，但還是要唱。要唱，因為唱歌才可以讓我的人生價值發揮到最好。因為我知道我的幸福多半跟唱歌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搞不好退休還可以看到你在 Easy Five 這樣子。如果他們要找我唱的話，感謝咖啡給你來，謝謝。趕快試試茶泡，看有沒有符合你的標準。真的哦，所以你看一輪沒領就打槍了啊，太甜不行哦，太甜，太甜咗唔得，領到你是唔得。然後有一點軟軟。真的，這對你路人有點不及人。